哇，屬狗嘅你，今年值得恭喜排第一啦！點解啊？原來今年係紅鸞桃花年，咁紅鸞桃花咧百利而無一害，係一個好嘅桃花。咁如果你係單身嘅咧，係容易認識一個可以發展落去嘅情侶。如果你已經拍開多咧，紅鸞星動啊嘛，有結婚嘅機會。咁原來你又結咗婚又生咗仔啦，咁紅鸞都係好嘅桃花嚟嘅，容易人哋對你觀感特別係有好感，做嘢特別容易順利少少。所以紅鸞咧佢唔係一個霧水桃花，又唔係一個假桃花，又唔係一個桃花劫嘅桃花，所以一個好嘅桃花。咁除咗紅鸞之外咧，仲有月德同埋攀案。咁月德咧係逢凶化吉，咁其實月德唔關逢凶化吉事嘅。咁原來有月德或者天德係代表人咧怨恨心比較輕，人哋明明得罪你噶啦，你個人報復心唔重，咁報復心唔重遇到或者係打交啊，或者係大家鬥來鬥去機會咪細啲啊，咁樣唔同人鬥自然能夠逢凶化吉啦，係咪？咁攀案好容易睇啦，好似跳上馬鞍咁樣，又有貴人幫助同埋仲有地位提升機會，所以今年吉星有紅鸞、月德同埋攀案，人緣好。逢凶化吉同埋地位提升有進步。咁凶星有咩啊？死符同埋小耗，死符係小疾病，小耗小破財，小破財好容易解嘅啫。原來平時你想買嘅嘢望咗好耐，嗰啲名牌袋啊，大隻嗰啲手錶啊，好中意買又唔捨得買嘅。今年趁住小耗可以買咗佢，一來可以咧買咗心頭好，二來可以應咗呢個破財。所以今年屬狗嘅你，吉星比較力大，凶星比較力細。咁如果加埋好運咧，就好上加好啦。咁好運嘅人咧，第一批生喺11月7至到3月6，非常之好運，勢如破竹，有任何新嘅機會可以放膽嘗試。咁排第二咧，生喺8月8之後，11月7之前排第二，有新機會或者轉工，有好嘅嘢可以揾工跳槽都得㗎。咁最衰嗰批係咩啊？生喺5月6之後8月8之前，有任何機會千祈唔好嘗試。不過衰都係有限啫，因為始終今年有紅鸞桃花都係帶好你人緣，做嘢都會順利少少。不過咧轉工或者做生意咧點都唔係好適合㗎。咁排第三嘅咧係3月6之後5月6之前，因為一生比較平穩嘅。今年雖然麻麻地運氣，但係因為你有紅鸞桃花幫助咧，原來都係提高一線。有朋友帶住你走咧，原來都可以試試㗎喎。